迄后日是到过呢，到2060年的内面。内宴呢，外宴跟内宴有什么差别？比如讲啦，咱去泰国，拢会去看迄个风景足水有无？泰国的风景啊。是啊，是啊。你毋捌啦？我捌咧。比如啦，讲咱去台北。是啊，是啊。总统府庄严无？哦，总统。有啊吼。但是咱敢若下当是看总统府是安尼，但是咱袂当入去内底看伊个，人讲重要之旅、闭关之旅，你内底伊个设备、伊个装潢、伊个哪会偌好，才看得到。外面是干安尼所以要真正会当进入内面，你就爱真正有参考力。咱有参考，才有真正师尊师父甲你树立门墙，树立门墙是讲，是人讲我今日承认你是我的地主，安尼啦我的地主既然到我的地主有福同养，有来同当，安尼无，所以安尼咱就爱知影讲，今仔日咱会当进入后日。研究敢若年龄不同分来比较大啲，其他无啦，其他像当时的研究不适合不同无分来比较大啲。也有啥物因素无？你像你爱修个时阵有够咱会到遐，恁即摆有时，互咱渐修、渐明、渐悟，慢慢去精进。咱即摆虽然讲有人遐做袂到。无法度人真正达到，咱叫咱老祖师伫个天盘，咱经常免拢咧希望东主天盘，对无？是。咱注册天盘，天盘咱有去无？咱无去，就是讲，咱拢中华民国国民，但是总统府是咱代表咱中华民国最高的领导，政治领导中心。下恁捌去，总统去看是讲即摆较民主，人时拢拄着一当个开放一边来叫人看若无讲较惊咧，你倒来看咧。所以袂当看见迄个内底的思想甲本质，但是有得到，虽然伊有修，地富天才能挂。拢会当真正解决超发问题。但是你无修，你爱跳入去，你才修。跳入去修，伫遐你要度人无法度，你要了无法度，你要用因咱讲去到遐人话拢比你计算好个啊。你要去修，较困难。所以所有的过去诸佛菩萨，伊的功果、功德甲果位，拢是伫对。人间建立的，人间建立的，所以咱现在大家爱知影，这个都佛菩实现，千辛万苦就是安尼所以我常安尼讲，这个叫做较早我做囡仔啦若这个你毋知有听我讲过无？我毋知啦若有听我讲，你就讲听过啦，毋免去讲啦伊如果对人拢安尼讲，我爱面一日哩所以我做囡仔，阮老爸，咱若去过年有无？有打问咧。阮老爸拢去市仔市仔就买问咧，转来打，伊就10几岁，老人啦，伊大人伊讲爬去个医疗顶较危险。要打迄个环批，咱个大门有个环迄个环拢写3两开泰。这边正手边甲写写福德一声都不顺，报主一生除旧岁。这边甲打1元福4万上心。若无写天台地台3阳台。这是较早咧打问。问
老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伊讲我唔知，人就安尼写，人就安尼答，对，伊个换心，安尼无，就人安写，人安答，对，公公嘛是安尼答。对，到我有一件，伫经书看讲，伫山西大东府云阳关马营村有一间七佛寺，也佫有名叫七圣乡。迄就当时七佛治世的时阵，如何娘娘所建，迄间名寺是如何娘娘所建，内底有四句诗，写武丁三阳大还童，服饰衣红降河湾，临初太公千姓王，台来天津办事王。你要听讲？有听讲过人要讲啊？这句诗捌听，但是你四句诗捌听诶？做艺术家深诶无简单。弄好，艺术。武丁三阳，大还童，三阳是青阳、红阳、灰阳。安尼啦。较早我拢是讲，好啦，大家发现要来山西大东府云阳关马营村，甲看真正有迄个碑文无啦？真正有无安尼啦？安尼有咱来讲，毋有信心，也无人甲说人乌白写，安尼乌白看、乌白讲，安尼咱嘛毋好哦。见证的，安尼无。去到大陆拢无法乱去到山西啦。只叫遐两日啦，就要转来啦，无法乱去到山西。其实讲下山西是对我嘛毋知啦。也可能爱坐飞机到，咱若到福建去坐飞机，坐飞机到底一个人有当时咱去要去对找，实在是大陆较大，咱也歹去找啦吼。安尼吼，所以因此，我有一句话叫问讲，你估过找嘛？你即个估过做唔做嘛？吼。是。伊就这样估过找这样有嘛？去经理招逼。真诶经理招逼哦，就是几句，这几句有应验无？做应验。伊第一句就讲咱服饰衣服干过，服就是地位服卦，伊个卦咧。易经诶。你若甲有看八卦咧，地位服就是咱顶悬五爻拢阴，下底一爻阳，叫做地位服。像咱即摆入春，但春叫做地位服，地位服卦，古笔开始有点的。所以迄个叫做地位服卦。地位服卦上将这个天命，服死就开始，希望服喜功德，将得完。服死希望降得完，降迄个降得。个服喜一位开天，依法开天，就讲天就个得。安尼讲。迄个叫一位开天。头咱就知影一位，伊有一位开天，去头前，天迄个伏羲皇帝依法开天毋是讲是依法开天是开即个天迄个开始，是我要较慢慢了解讲是因为迄阵说伏羲皇帝开始降道开始。所以一位开天第一个啦。一是万物之母，天地之始。这一的含义足大，一的含义足大，所以咱数字偌济数字，拢伊开始，一到尾也归对，嘛是归一，嘛是归一啦。所以互你算较早，毋是嘛是一甲零，十甲零，佮归一就11，嘛是做一。安尼佮互你偌济到尾拢归一，安尼啦，所以一就是万物的开始，嘛是道的开始，道嘛叫做一，所以五教圣人拢把道讲一，万物归一，集中观一，抛完修一，清净观一，灭道清一，就是讲一。
伊拢无离，五到性拢无离开。我讲，我们求道啦，是。喂，好，安怎？啥啊？我还袂看。伊读吼，安尼我可能看不清楚，无我嘛人夫虽然性一样，实在20外地理地理学发生啊，是，迄就是互伊讲着。临初太公迁姓到第二期洪阳期，地德金府，姜太公领天命，参上公事。你捌看风水出门？无嘛捌听着吼，封神榜，安尼。对啊。伊只是讲伊那像甲神话，你著感看的感觉，看做出来的。毋是神话，嘛真正有些。甲伊讲迄阵真正讲。姜子牙，姜太公嘛。迄历史有证明的啊，哪有来？迄阵在江湖拢遐尔。是啊。所以姜子牙领天命，姜子牙为领天命，姜子牙伊20岁，入仙山学艺，拜师拜元始天尊为师，伫遐学道40天。元始天尊干叫伊扫地、山地2个工。就是要练伊的心，毋能调，毋能控制，毋能调控。我就是一定偌大的法术，还是我偌大脑。安尼所以迄个时阵，伊还袂做，还袂武王发定的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伊就伫仙山学艺40天。伊20岁日佫40天安出来。60岁嘛老人，60岁老人，60出来咧娶一个某，你某嘛是个地家道定剃扫帚，所以说变成克姜子牙，所有咧做的事拢袂顺，嘛是姜子牙的考验。姜子牙下下山，娶迄个马氏。做3种生理，第一个生理就是讲卖饭粒，你敢捌？饭粒你敢捌？较早人咧河的。咧河米迄。有啦，煮糜咧河米。咧河米、洗米咧河米。洗米河米。迄种底甲边的。拄好咧卖饭粒3年期远无人煮米。所以饭粒袂甲叫收。收了咧也是无收哩。因某嘛是像安尼骂安尼咧，嫁甲你这个袂出脱啦，这无路用人啦，安怎样哪话来看见姜子牙。第2项卖哪呢？第2项卖迄个做米粉。卖米粉嘛，爱担咧4架安尼了咧卖。有时拄去下伫路边，拄去桥头桥尾，有集中的人来去拢爱对迄个桥来通风嘛。迄桥头咧卖，拄当日黄花虎操军，要担走卖富，煞去互鸡仔踢倒。踢倒即摆兵过来，是讲无来扶起来。无惊人来扶起来，拄要扶拄当日加了风，上海面粉甲加了了。2袋面粉互迄个加了风加了了。因某讲嫁甲你这个无路用，袂出发。第3项卖盐卖甲生糖。我咧讲，你若要知影卖盐生糖拢爱多少个人来做人，会讲着对人，无我毋讲。你知无？
都特别哩，就拢有咧招亲戚，啊，亲戚迄囝就较阻碍，莫互来求着，哎，才遮济。你袂知无？你知多少个？哎呀，咱唔知我就唔爱讲啊。较无遐简单，啊，多动咧，多动咧，有咧多啊，都拍拼，迄个尽量拍拼，有迄个心，吼，啊，着心内有迄个物件讲好，我着答应就这，讲要多十个，就好啊。啊，多十个你去多，当然你多较紧嘛，无要紧。啊，多无够，我敢唔该算一下。咁嘅，咁嘅。你不听我讲这无？咁太公的老公，迄个这好总裁。好听咧，我讲也未生堂，哦，迄个代志也未生堂，不可能的代志，我不可能到有变到有可能的，不可能。咸就足咸嘅，我都咸成只。哦。唔讲哦，唔讲我就袂。啊，好。係啊。有當時啊，唔是講唔入關啊，是講今日入關做無夠。無啦，這是入關這個答應講，伊如果講你若要聽這個故事吼，你愛看啥個？係啊，多大啊？咱好奇，咱就甲我答應，我來多少個？伊去多多少個？我嘛唔知。哦，對。感恩啊！哦，我盡力啦，盡力你，盡力有機會就到人安尼。感恩啊，足幾啊！係啊，見面足幾見面足幾啊，就太太啦。研究上關來。係好咧。你研究去關來吼，你唔需要。因為即陣落雨，咱無法度去啲咧。啊，都話要清啊，你有咧孫咧，這生個第一生個水無？愛孫咧水呢，要供應。對。要供應。無啦，我嚟講，趙老師，你叫起來，咱抄來。好，冇啦。我電話。哎有啦，感恩啊，還叫孫看下呀。